我哋總結咗500位顧客對 Bio 靈芝有疑問，好開心今日請到 Dr. Alan 嚟幫大家解答。其實市面上真係有好多唔同嘅靈芝，咁點解要特別揼我哋呢款 Bio 靈芝呢？佢同出面嘅產品究竟有啲咩嘅唔同之處呢？喺市面上咧，確實有好多優質嘅靈芝產品。隨住時代嘅進步咧，而家嘅靈芝萃取方式咧，已經採用咗浸高蒸取技術啦。浸高萃取法能夠俾個產品效果大幅提升咁樣，並且即係把價格壓落嚟啦。你知道點解靈芝提煉成浸高效果先驚人呢？因為咁樣先可以有效提取入邊嘅三亞肽類咯。靈芝入邊嘅三酵類咧，可以幫到好多人，特別係尿頻啊，身體入邊有啲異常嘅嘢咧，咁對佢哋都好有幫助。好似尿頻、夜尿等情況。對，其實你用靈芝就好啦，就係唔使煩太多，就係長期喺度食佢，一路喺度保養佢就冇問題啦。比如講好似長期服用靈芝嘅話，會對肝腎造成負擔咩？咁但係如果有食西藥嘅人咧，會建議話佢哋要禁止去食比較好。如果一個人長期食咗8年、10年嘅靈芝，我都覺得唔會有啲咩事，唔好聽呢種謠言啦。長期食靈芝係冇事情嘅 ，OK， 係唔好過量啫。咁通常就係服用幾長時間嘅話咧，身體會睇到有明顯嘅呢一個改善。通常咧，如果係以前嘅話，可能會因人而異嘅。不過用我哋呢一罐咧就可以睇到效果。畢竟佢係用我哋嘅浸高技術濃縮出嚟嘅靈芝，所以通常一罐咧就會感覺到係好似睡眠啊、精神呢一啲咧都會變得比較好嘅。對。OK， 好。